你又想用读心术是吧？诸葛大人，可没让你这样抱着我。好了，上去吧。我不上。这个楚离墨，快！说了我不上，你上。快啊！我不要，你自己睡。快躲起来！你快上去！不睡，你别抓我，你快上！疼了，你别抓我，你弄疼我了，你轻点儿。干嘛呀？你轻点儿。你上去！我不要，你自己睡。干嘛你？紫罗公主这次真的伤心了。好了，明天一定有好戏看。楚离墨，你个破丫鬟，你凭什么让冷哥哥喜欢你，不喜欢我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回了皇宫，我让你没有好日子过。公主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在皇宫，你们都把我当公主，在这里，你们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连一个丫鬟都不如。公主，你先不要生气啊。其实呢，你在追命的心目中永远是最高贵的公主。现在没有馒头吃了，没有水喝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，这些粗糙的东西扔了又怎么样？喂，现在没有馒头吃了，也没有水喝了，你不饿吗？不饿。闭上眼睛。干嘛？闭上眼睛啦。噔噔噔噔。松子饼，芝麻糕，香草饼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啊？还有很多呢。还有荔枝，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春明，只有你对我好，只有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。唉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要是冷哥哥有你对我一半的好就好了。公主，其实我……春明，你说冷哥哥为什么喜欢那个破丫鬟，他不喜欢我？那个破丫鬟他哪比我强啊？你说楚离墨，其实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没有道理可言啊。大概是别人觉得不怎么样的，喜欢的人就特别的喜欢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说的也对，其实冷哥哥和那些王孙公子相比也没什么，可我就是喜欢他那股英雄气概嘛。又是冷哥哥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将来你要是成婚娶了妻子，我就跟他结拜姐妹。你要是生了娃，我就给他当干娘，我让我父皇赐你们家无比的荣耀，好不好？君明，好不好啊？哎，好好，先吃东西吧。公主，去哪儿？我去给冷公子打水洗脸。你住冷哥哥的房间，心里很痛快是不是？我心里可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知道冷哥哥喜欢你，但你不要妄想，冷哥哥总有一天会跟我成亲的。公主，成亲是两个人之间的事。你说什么？冷公子喜欢谁，应该由他自己决定。就算冷哥哥真的喜欢你，你也不得不把这个位置让给我。你只是个丫鬟，顶多帮冷哥哥洗衣服、做饭、烧水、泡茶，这些小事哪个下人不能干？你对他的事业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试想啊，如果冷哥哥跟本公主成了亲，那就是当朝驸马爷，
以他的武功才干，前途似锦，一片光明。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干一番大事。说不定等我父皇百年归老之后，他还是人中之龙呢。谁让我是父皇最宠爱的女儿呢？冷哥哥成了当朝驸马，自然受到重用。从一个小捕快晋升到皇宫，再到大内侍卫、御林军总管，掌管军权。哼，这一切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冷哥哥，你就应该避开他。像你这种身份，只会拖累他。别不自量力了，你不过是成天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下等人。从一个小捕快晋升到皇宫，再到大内侍卫、御林军总管，掌管军权，这一切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冷公子，我们找林墨有点事情。这么晚有什么事？有什么事明天说吧。他已经睡了。我们女儿家的事情，想找林墨。我说了，有什么事明天说。哎，没事，我没睡。你们俩找我有事啊？林墨姑娘，你会煲女儿四物汤吧？我们最近肚子疼。对啊，我们疼得不行了，我疼得睡不着觉。啊，你们俩一起啊？是啊是啊，我们俩天天待在一起，就会一起疼了。林墨姑娘，你这么心灵手巧，不如教教我们吧。但是四物汤是要走了才能喝的。不过我知道别的，我可以帮你们煲一个别的，补补身体。好。走。不是应该往那边去吗？快说，你跟冷公子在房里到底干了什么？老实交代，不然我割破你喉咙。没有啊，我们什么事都没干。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，怎么会什么事都没干？有没有发生那种事？我们没有睡在一张床上，冷公子让我睡在床下，他自己睡床上。我不相信，我们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。你们偷听啊？偷听怎么了？不偷听怎么知道你勾引冷公子？你还自愿现身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干。你们若不相信，你们自己上去问他。两位姐姐啊，在这欺负一位手无寸铁、不会武功的小姑娘，够厉害的呀！还在大谈什么？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什么闺房之事，太过分了！你是谁呀？胆敢管我们的事？完了，连我都不认识啊！无痕公子，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江湖第一帅！哎，看见没有？谢谢公子相救。不客气。我们是官府中人，你竟敢放肆，真不轻饶！官府中人怎么了？官府中人就要官官相护啊！欺负一个弱女子，我实在看不惯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两位姑娘美若天仙，正合我意，真是我见犹怜呀。要不然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好好谈谈。哎，好好谈谈闺房之事怎么样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来问我。什么无痕公子？我看你是无耻公子！
来这里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要干什么，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像你这种美貌如花的小姑娘，我相信是个正常男人都会喜欢吧。不过，你也看到了，本公子也是玉树临风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天下第一美男子。我觉得你跟我真的很般配。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好人呢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个好人了啊！你睁大眼睛瞧瞧，要不是好人，我能救你吗？不过刚才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说什么闺房之事。小姑娘，你的闺房之事到底怎么样啊？让本公子好好试试。没看出来小姑娘还会武功啊！所以你不要靠过来啊！嘿，还真会武功啊！没看出来弱不禁风的，还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哎呀，不过本公子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什么样的美女我没见过，就没见过你这样的。本公子最喜欢知难而上。哎，来吧。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小美人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躲？嗯？哦。太美了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胆敢坏本大爷的好事儿！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可摊上大事儿了！神侯府姬瑶花。哎呦，神侯府姬瑶花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太美了，本大爷很喜欢。闭嘴！快快束手就擒，还能留你全尸。哎呦，性格还挺泼辣，本大爷太喜欢了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女侠，没想到你功夫这么高强，我今天服了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饶我一条命吧。留你在世上，还会有多少无辜少女遭殃？今天，我就替天行道。林墨，冷大哥一直喜欢你。如果我现在一剑杀了你，那我就可以跟冷大哥在一起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当捕快就是为了锄强扶弱，主持公义。什么时候我竟然变成了怀有私心的卑鄙小人？李默，李默，醒一醒啊！李默，李默，季统领，怎么样？季统领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一定记在心里，将来有一日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何须他日？不如就在今宵。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。如果要你答应我，不会爱上冷大哥，你能做到吗？你我都是女人，女人一生最重要的，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找一个好的归宿。我早就认定了，此生此世，只会跟在冷大哥身边。我知道我这么要求你，可能有点过分，
但是为了心中所爱，我必须跟你说这样的话。可是感情是2个人的事，就算我今天答应了，冷大哥他……冷大哥身边，除了你，我就只有紫罗公主。但我知道，冷大哥根本就不会喜欢紫罗公主的。你是把我当成情敌？事实就是如此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如果刚才我没有及时出现，你早就被他侮辱。不洁之身，难道你还有面目爱上冷大哥吗？如果你真心知恩图报，那就应该答应我的要求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你好好想清楚。李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放开我！你轻点行不行啊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只需跟着我？你为什么要乱跑？我没有乱跑，谁知道那个淫贼会大半夜的出现呢？谁让你跟他走的？你不知道很危险吗？我说了，我没跟他走，是他绑我走的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在这里。不是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没有季瑶花的话，你早就贞洁不保了。我贞洁不保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楚离墨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我很关心你是不是？对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丫鬟而已。关心我，只会连累你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对吧？那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关心我。那天救你的事情，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因为我楚离墨绝对不是因为喜欢你才救你的。管他是季瑶花还是公主，从今天起，你爱关心谁关心谁去，跟我一点。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好了，跟我来。从明天开始穿上我的衣服，打扮成男装，这样会安全一点。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如果要你答应我，不会爱上冷大哥，你能做到吗？你们两个带楚离墨出去，差点闹出大事，知道吗？我们也是为你好。那个楚离墨整天就黏着冷公子，姐姐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去救他。对啊，你就应该让他给那个无耻的无痕公子教训教训也好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身为捕快，就应该除暴安良，追拿罪犯，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？
蝴蝶也只是说说而已嘛。以后连说都不许说。哟，三位还没睡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拿着风车干嘛？啊，这风车呀，是我从桃花娘子庙带回来的。桃花娘子庙？对呀，这几天桃花娘子诞辰嘛，带回来是为了去除污气，顺风顺水。这桃花娘子真这么灵验啊？很灵验的。桃花娘子庙就在后山上，最灵验的就是求女子姻缘，很多女子都慕名而来，大多数都住在我这边。我呀也沾了桃花娘子的喜气儿，每年呀都能得不少喜饼呢。我看你们也不小了，也得去求求。你是说我们很老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呀，女子求姻缘，求个好归宿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嘛。我先走了啊。如果这桃花娘子真的灵验，一定要拜一拜。但愿桃花娘子能被我的诚心打动，好让我对自己有个交代，能够得到一点点仰慕男子的爱，来这个世上也无遗憾了。桃花娘子，女弟子今日冒昧打扰，只为求桃花娘子帮女弟子了却心中所愿。女弟子一向不把天下男人放在眼里，唯独对一人倾心，但却求之不得，令女弟子尝尽相思之苦。求桃花娘子赐予良缘。心之所思，是以为情；日之所念，是以为爱。这位公子，刚才小女子并没有看见庙中有人。姑娘专注虔诚求姻缘，自然没有留意到。你都听到了？啊，在下无意路过，无意之中听到了姑娘的祷告。还望姑娘莫怪。小女子的无聊心事被公子听到，公子见笑了，小女子心中惭愧。能够听到姑娘的心事，是在下三生有幸。以姑娘的绝世容貌，又是性情中人，可以轻而易举得到天下男子的芳心才是。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不解风情之人，辜负了姑娘的美意？令在下百思不得其解。公子实在是太抬举小女子了。世间之事，都可以奋力一求，唯有男女情爱，可能真的强求不来。是啊，世间之事，唯有男欢女爱，是求而不得的，再怎么也勉强不来。在下曾经有一位红颜知己，可惜英年早逝。对不起，公子，原来你也有一段这样难忘的经历。不妨，已经好久没有人陪我说说心里话了，说说这人间最难说清的情字。情到深处，人孤独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多谢公子宽慰。
愿姑娘的有情郎能早日回心转意。你是说如烟姑娘刚醒过来？她醒了一会儿，只说了几句话，又恢复成原来的模样。如烟姑娘中的是千香百味之毒，一直没有解药，我是担心。对啊，她醒了之后，我应该先给她喂药，但是我太高兴，竟然忘了这件事。你不觉得现在如烟姑娘她不吃不喝，像一座石观音一样？她一直不喝解药。 他体内的毒会渐渐行遍全身。冷血，我要找安世耿，无情，我让他……你不要冲动好不好？安世耿他不可能为你打开这紫金笼。我想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是要将如烟唤醒，为他解药，先保住他的性命。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打开的。我守候在他身边多日，就这一次，他醒来跟我说了话。我现在除了陪伴着他。 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我倒是想到一个人，命四大名捕护送安王妃去陇西，切记路上小心。师叔怎么说？师叔有命，让我们送安王妃去陇西。安世耿的嫌疑还没有洗清，师叔怎么会让咱们护送他的王妃？难道师叔知道了无情和如烟之间的事？我觉得不会。 师叔一定是有他的深意，一定是这次办案，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，所以才让我们继续调查下去。按照依依所说，温如玉和安世耿一直过从甚密。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，依依她也不知道。温如玉跟安世耿过从甚密，那他为什么会接安王妃的轿子？这个真有些说不通了。会不会是他们之间？ 突然出现什么矛盾？这陇西二字，倒是提醒了我。你有什么想法？陇西的总兵手握重兵，据传与安世耿私交甚好。那这一次安王妃又去陇西祈福，安世耿此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温如玉已死，玉玺案也随着他断了线索。安王妃和安世耿卷入其中。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如果安世耿真的在策划什么大的阴谋，那这阴谋背后一定有着惊人的秘密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，温如玉和丢失的玉玺案有关。据传温如玉和安世耿私交甚好，一定是两人闹翻了，所以温如玉对安王妃下手。但现在温如玉死了，也就是说温如玉和安世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。 诸葛大人命我们保护安王妃去陇西，目的就是要我们找出真相。季统领，我好啊，楚林墨，你今天穿冷哥哥的衣服。 你昨天晚上睡他房间，今天还穿他衣服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！公主，脱！这衣服是我给他穿的。既然人都全了，那我就说两句。这一次我们是出来办案的，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再追究。但是如果从现在开始谁再动手，就是跟我冷血过不去。 冷哥哥，哇，这可不是冷血的作风，什么情况？你这样拉着我，他们
我来给安王妃喂药。我说过，只有那个瞎子可以进，你不行。我要是偏要进去呢？你把我的药打翻了，你好自为之。无情公子，李默，冷公子叫我来，是想看能不能用读心术救如烟姑娘。好，你赶紧试试。如烟姑娘，小丫头，你是谁？小小年纪，来冠绸洞做什么？你又是谁啊？冠绸洞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冠绸洞是专门收集爱情失败者的地方。凡是挣扎在爱情里的灵魂，都可以来这里。那这些都死了？他们没死，但困在爱情里的人，活着不如死去。如烟姑娘，我想跟她说话，她怎么都不理我呢？姑娘，老朽奉劝你，有些事是求不来的，你走吧。没事吧，李牧？你看到什么？我没事。我看到如烟姑娘被控制住了，她身旁有一个老者一直在看着她。那还有什么？我本来想要过去跟她说话，却被那个老者一掌给打了出来。李牧，你能不能再试一下？你居然敢偷跑进来！农奴，出去！他只是想帮如烟。我说过，只允许这个瞎子待在这里。你们出去！冷大哥，我们还是离开吧。我们走。你看到如烟了？她怎么样？她被一个老者控制住了，全身不能动。我叫她也没有反应。那你可以跟她说话吗？诸葛大人曾经说过，读心术有一种叫做入梦，就是进入对方的梦中，还有内心深处，去了解他的想法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以做到吗？或许可以，但关键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打败那个老者。我只会读心术，又不会武功。李默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一定可以。你会读心术，为了无情，我们一定要再试一次。奴奴回禀王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四大名捕决定护送安王妃去陇西，我一个人无法阻止四大名捕。紫金龙现在可好？毫发无伤，
王爷请放心，谁也打不开紫金龙。既然四大名捕执意要送，就让他们去送吧，还可以挡一挡路上的凶险之徒。你先回去，别让人看见了。是。我是安王府的统领，职责是安全送安王妃到陇西。你们要保护安王妃，就只管保护，其他事情不要啰嗦。既然决定跟着安王府走，一切就要听从安王府的安排。什么统领啊，根本就是胡说。我觉得是有人狐假虎威，我看是有人正在作威作福。你们说什么？我们说什么不关你的事吧，统领大人。你这毒女，少在这兴风作浪。她早就脱离温如玉，不再是五毒灵教弟子。她不再是什么毒女，你别看不起人。我告诉你，闭嘴！你们得罪奴姑娘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冷血，带着这群乌合之众，只会碍手碍脚，叫他们不要去陇西。冷血，别忘了师叔的吩咐。大事为重，不要横生枝节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出发。喂，你们为什么喂？什么统领，什么奴？现在是本公主带着大家出发，走。她是公主，你敢不从吗？如烟姑娘已经安置好了，我先扶你过去休息吧。如烟，你一天不行，我守一天；一辈子不行，我就守一辈子。别太伤心了，当心你的眼睛。这双眼睛看不到如烟，要它有什么用？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她的。我情愿用这双眼睛换如烟醒来，只要她醒来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。如烟。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如烟，王妃已经安顿好了，你们出去。我要陪着如烟。陪着她有什么用？她已经是王爷的人了。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怜悯心啊？从来没有人怜悯我，我也不会怜悯别人。你出去，只许这个瞎子留下。别太伤心了。追命，你到底是不是我朋友？这个问题还用问吗？我是你的朋友，我肯定是你永远的朋友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让冷哥哥喜欢我？这个就难办了。你知道冷哥哥他脾气很倔，他又不买谁的账。我不管，你告诉我嘛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办法是有的，你真的想听？就是把你的目光放远一点，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。有一些男生比你的冷哥哥更好，就是比他更帅，然后比他更风趣，更懂女人的心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每次你都说一样的话，讨厌！你走吧，走吧，我不要听。走啊！其实你如果认真的想一想，我不想听你说。你需要想一想的。喂，走啊！想一想。哎，忘忧酒啊！哎，姑娘，进来尝尝忘忧酒吧。啊，哎，进来尝尝，姑娘。
统统给我走开！我不需要你。忘忧酒，忘记才会快乐。一人自斟自饮，好不快活。